0分到10分，今日你會俾我 MC 教學有幾多分？10分。我認識你哋咧，應該係有幾年噶啦，因為你哋喺 YouTube 嗰度做廣告咧，成日都睇到嘅，覺得有興趣，因為咧想再做啲其他嘢，喺工作之餘咧就做啲其他嘢咁啦。網店咧之前我都開過嘅，咁而家我要翻緊工，我諗住工作唔係好忙嗰時咯，可以兼顧自己嘅網店啊咁樣。我都覺得自己係一個多元化嘅人啦，所以我其實都想買去其他國家試下，唔想即係專注喺中國咯咁樣。啊，我網店經驗咧有兩種，第一種咧係2009年咧，當時喺淘寶嗰度賣燕窩。賣燕窩咧係其實喺香港攞貨嘅，但係當時我人咧係大陸嗰邊，所以就做咗09年到15年、16年嗰時咧，大陸嗰邊就話你賣燕窩咧一定要有一個咩就進出口嘅證明啦。之前係唔需要嘅，後尾就話需要呢啲嘢，咁我就覺得好麻煩，同埋當時做網店其實唔係好有經驗嘅。但係都有啲錢賺嘅，即係特別係新年嗰時咧賣燕窩理一下咁樣，跟住再跟網絡有關係係2017年，當時因為燕窩賣唔到啦，其實都註冊咗，但係好麻煩，唔想做噶啦。17年我就開始做民宿，民宿就做得比較成功嘅。到咗舊年係閂埋嘅，因為我後尾咧我就嚟咗香港10幾年，民宿嗰邊咧交俾其他人打理，就越打理越就唔係幾好噶啦，因為自己唔係嗰邊，同埋過咗疫情咧，2024年開始民宿生意就麻麻地噶啦，所以舊年就閂埋民宿生意咁樣，所以就呢兩種網絡經驗。嗯即係其實我總結下咧，就去 Shopify 嗰度開一個網店，嗯跟住用個系統咧係揾貨啦，係咪揀嗯貨揀出嚟之後咧就揾供應商，供應商就幫你你賣出去咧，佢就幫你發貨啦，咁樣嗯係咪？嗯，嗯零分嗯，到十分，今日你會俾我 MC 教學有幾多分？10分。